新冠疫情3级警戒为7月13未解封，原本市府有条件开放会当伫个餐厅内面食，不过后来因为市民的压力紧急划停，所以议员李克伟认为3级警戒未解封，袂当因为见到就唔敢食。专家建议未来就是爱甲病毒和平共存。接续落来，卖关心补教、幼教甲运动场馆开放的问题。就最近这个市长有特别给你反映一下这个像有一些立委也好这个中央也有都有在反映就是一些像补习班而且幼教托婴托育这些的一个行业这个他们也是面临到很急迫的一个压力啦像因为这些行业像市长这个家长学生这其实这我是比较可以掌握我们的一个在地人嘛这比较不会有这个外县市复杂的一个因素嘛所以我们做好一个防疫这个让孩子这个有人可以照顾这个机构也多少可以生存这家长有会当安心这个回到职场像这个部分，迄个市长像咱大安市这个部分你安尼敢有啥物款的一个想法？补教业者专攻已经有讲就讲7月26号是不止补教这个幼教啦托婴托育方面不是补教，幼教的话又比补教更单纯，也更复杂。单纯的是我们的这个幼教的人的小朋友。老师跟小朋友都是固定这些人，复杂的是小朋友比较不受控，小朋友孩子你说乖乖在一家卖叮当，一定想跟隔壁桌的人玩这样子就可能接触。所以说我们幼教人员已经上个礼拜已经先施打了，那先施打疫苗2个礼拜后就有免疫力了，就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了，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适当的时间点。为未解封到疫苗注射站的混乱，议员用7月8号原理希求注射站为例，原本只预定380剂，不过却来了1000人左右，造成现场混乱。对此，卫生局长回应，当初为了方便长辈用坐车方式，现在改为预约制，就比较较无问题。加上南区65岁以上，目前完成注射有56.1%。全市完成第1剂注射，目前有16%，预计月底会当达成25%的目标。天天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